意志係必須要我哋自己每一個，你哋自己每一個去落手去爭取啊！只有全民抗爭，全民抗爭，全民抵抗，先至有機會讓我哋可以成為香港嘅主人，讓呢個地方可以由我哋自己話事，而唔係上面嗰班京官去拍板、去拍手掌。今日呢一個下晝，我相信每個香港人都唔會忘記呢一個屈辱嘅下晝。點解一個關乎香港人嘅重大決定，關乎香港政制嘅重大決定，一係由139個人大常委去通過啊，去拍手掌啊，而我哋可以做啲咩啊？我喺屋企睇 Facebook、睇電視，睇佢宣佈，睇佢皇一浩蕩咁保護我哋嘅民主，呢一個屈辱，呢一個屈辱，我哋可以忘記咩？係我哋香港嘅所有市民，香港所有喺真心為香港好嘅市民，都應該企出嚟做一個全民抵抗嘅運動。我哋呢一班年輕人喺度呼籲，所有嘅立法會議員，唔僅僅係泛民，如果你係仲有一丁點嘅良心，如果你係唔會忘記自己講嗰啲乜嘢，你係想住自己良心嘅話，希望所有嘅立法會議員都可以否決呢一個政改方案，否則歷史將會記住每一個撳掣通過嘅立法會議員，否則歷史都會評價呢一啲出賣香港、向京官靠攏嘅立法會議員，俾佢哋一個評價，就係出賣香港。今日呢一個人大代表已經有幾個香港人做咗香港嘅歷史罪人，包括係馬逢國，包括係鄭耀棠。一個唔屬於香港人嘅政制發展，一個唔屬於香港人嘅政改方案，必須予以否決。最後，我都懇請各位係真心愛呢個地方，真心當呢個地方係自己屋企，當呢個地方係自己地方嘅香港市民、香港嘅同學、香港嘅年輕人，縱使我哋今日面對一個非常之離譜，甚至係令人心灰，甚至係令人絕望嘅局面，但係我哋千祈唔好放棄，因為呢個地方係我哋嘅屋企，我哋嘅屋企必須由我哋每一個成員去保衛，去爭回呢一個屋企嘅話語權嘅話事權。希望各位嘅青年人、老年人、年輕人，只要你覺得自己係香港人，只要覺得呢個地方係你嘅地方，希望未來嘅抗爭運動，無論係不合作運動、罷課，抑或係佔中，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，甚至係大家嘅參與。因為我哋一班人，一班普通嘅人，有嘅就係希望，因為希望永遠都係在於人民，希望永遠都係在於大家，希望在於人民，希望在於人民，改變始於港區。希望在於人民，始於港區。
市民，我係學民思潮嘅周婷。喺今日嘅晏晝4點鐘，我哋一班民間團體嘅朋友喺立法會睇住直播，我哋見到李飛喺北京，佢話我哋將來未來香港嘅特首選舉要好似以前咁，提委會係12個特權階級去到組成，係一個絕對有篩選，唔容許香港人喺選舉內發表聲音嘅一個選舉制度。見到咁樣嘅選舉制度，大家會唔會接受啊？今日李飛將會由北京搭飛機嚟到香港，佢聽日將會喺亞洲博覽館有一個人大報告嘅簡介會。好多民間團體都決定咗喺聽日係會有一個追擊李飛嘅行動。不過唔單止係喺聽日喺亞洲博覽館追擊李飛，學民思潮一班學生，我哋一班同學仔喺琴晚係臨時決定咗，我哋會喺今晚喺呢個集會完結之後，遊客去到灣仔嘅君悅酒店，即係李飛將會入住嘅酒店，去追擊李飛。我哋見到北京嘅官員係完全唔尊重香港市民嘅聲音，有80萬人嘅公投，51萬人嘅7·1遊行，我哋見到佢從來係冇聆聽過香港市民對於普選、對於公民提名嘅訴求，所以今晚喺呢個集會完結咗之後，我哋就要去李飛間酒店去追擊李飛，我哋係要當面去質詢李飛，點解你係完全聽唔到香港人對一個直接平等嘅民主選舉嘅一個訴求？希望各位市民能夠同我哋同行，喺今晚集會之後，同我哋一齊遊行過去。學民思潮嘅一班同學仔喺呢幾日喺呢個星期，連續係不斷係開會，不斷去準備唔同嘅行動。我今日知道好多我哋嘅同學仔已經其實係病咗，包括我，其實琴日已經知道我係發高燒，但係我會捱到今晚嘅遊行，所以好希望我哋一班同學仔嘅力量真係未必足夠，希望各位市民同我哋一齊同行，我哋有你哋一齊嘅時候，我哋一定捱得住，我哋一定撐得住，我哋一定要見到李飛，問佢點解我哋冇公民提名，點解我哋冇一個真正民主嘅選舉。大家好，我係學民思潮嘅發言人劉義龍。今日咧睇住個政改嘅人大嘅報告，佢哋畫低咗個框架。好多人會同我哋講，今日係民主最黑暗嘅一日。好多人會同我哋講，中央都決定咗啦，抗爭落去仲有乜嘢意思？好多人同我哋講，不如袋住先，之後再慢慢改善。但我會問嘅就係，今日如果大家係作為一個父母的話，你會唔會將毒奶粉去到沖俾個仔女飲住先呢？我哋唔會，因為我哋仲有緊住嘅良知。我哋相信，即使人大點樣去到畫一個強硬嘅框架，即使佢未來會點樣繼續打壓我哋嘅示威行動，我哋都一定會繼續堅持落去，抗爭落去。我哋希望咁多位市民能夠今晚同我哋一齊去到追擊李飛，因為呢個每一個嘅社會行動，唔單止需要幾個政治領袖去參與，唔單止需要一啲政黨民間團體嘅朋友參與，
更重要嘅就係我哋每一個人自己嘅醒覺，整個一個香港係我哋嘅屋企，係屬於我哋嘅地方。所以我哋希望咁多位朋友，縱然今晚落幾大嘅雨都好，學民思潮依然會風雨不改。我哋一定會同大家去到灣仔追擊李飛。我哋希望咁多位市民，你都能夠去到勇敢多一陣嚟到一齊參與。另外，最後想同大家去分享一個喺622公投擺街站嘅故事。咁咧喺擺街站喺北區擺街站嘅時候咧，會有啲警察走嚟去到關心我哋嘅街站有冇阻街。即使係我哋幾咁百般嘅遷就，幾咁容讓嘅時候，都係依然話我哋阻街。究竟我哋今日一班學生，一班參與集會嘅市民，其實係阻緊啲乜嘢咧？我哋阻嘅係一個中國式普選嘅路，而唔係去到專登去到阻住癱瘓交通。所以我哋都要呼籲更多位嘅警員、更多位嘅警察朋友，喺你哋喺我哋等陣去到後續行動，去到追擊你哋嘅時候，我哋唔會同你主動發生任何嘅肢體衝突。我哋一定會堅守呢個和平非暴力嘅公民抗命原則。我哋希望警方今晚都去到幫助，去到協助我哋去到遊行嘅終點，而唔係做一個粗暴嘅打壓。因為今日你可以去到選擇做一個有人性嘅人，定係一部只係聽命令嘅機器。今日個選擇權喺你手上。最後都希望再次呼籲咁多位市民，等陣同我哋一齊追擊你哋，不言不散。多謝。頭先學界都講咗好多我哋嘅心聲，我哋嘅諗法。喺度咧，我係想用一句，我本身係個基督徒，我想用一句聖經嘅金句去勉勵大家。我們四面受敵，卻不被困住；心裏作難，卻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卻不被丟棄；打倒了，卻不致死亡。哥林多後書4章8至9節。我會形容今日人大決戰，我哋失望，但係絕對唔會絕望。我哋擔憂，但係我哋絕對誓不擔憂。我而家就宣布，中學生有個包袱，誇張到連去派單張都要瞞住阿媽同佢講，我同朋友去行街、去遊行，就話其實返學校冇課。但係無論有幾艱難，有幾多壓力都好，學民思潮而家喺度嚴正宣布，我哋將會啟動中學生嘅罷課籌備程序。未來2個月，我相信中學生嘅罷課必定要發生。學生除咗一個社會，除咗一個讀書嘅責任，亦都有一個社會責任。學生係成日為咗讀書考試，未來佢哋嘅一個公民係咪啊？話唔多講，當我哋成日話佔中係個核彈，就係民主運動嘅終點。我會話佔中唔係終點站，佔中就係民主運動嘅中轉站。話俾我哋聽，由今日開始，我哋唔係做一個又傾又齊、談判妥協協商嘅年代，而家係一個全面抗爭嘅年代。所以我想問，今日嘅集會完結咗之後，如果我哋返屋企，夠唔夠效？如果今日嘅集會之後，我哋即刻返屋企，你哋驚唔驚？你喺北京享受住人大常委嘅掌聲，去通過決議。你嚟到香港去通過灣仔君悦酒店嘅時候，我喺度同你飛講，喺北京你會有你嘅掌聲，喺香港迎接你嘅就係人民嘅怒吼聲。我哋冇掌聲，只有吼聲。
民主，誓不罷休，和平抗爭，誓不低頭。大家只要你擰轉面望一望我哋呢一個天馬公園，去到最盡頭都企有我哋啲市民喺度。我哋後面嘅市民揮下手，大家，你哋冇一齊揮下手。你哋有冇電話？有電話拎出嚟啦！每一個市民拎個電話出嚟喎。我哋去到最盡頭都見到香港市民嘅電話嘅光，你見得到？我哋每一個人揚一揚你哋嘅燈，你隻手機嘅燈，你就知道我哋而家今日唔係我哋最黑暗嘅一日，今日係香港公民覺醒嘅開始。我哋一齊嚟揚一揚我哋手上面嘅燈，話俾北京政府聽，話俾香港政府聽，爭取民主，誓不罷休，公民抗命，誓不低頭。好，多謝晒我哋大家坐翻低。各位記者先生可以等翻兩邊啊！我梗係講得啱嘅，呢個唔係最黑暗嘅一天。你見到我哋話嗰啲手機嘅光係去到我哋呢個公園嘅盡頭。我請大家盡量可以坐低啊，可以俾翻後邊嘅市民可以睇到我哋嘅大堂。我再一次講，我哋今晚最重要嘅精神係和平非暴力。有啲嘢佢永遠都戰勝唔到我哋。就係我哋嘅良知，就係我哋高尚嘅公民質素。嗱，呢個時間咧，嗰啲愛自居嘅人喺側跟唔到集會咧，可能會嚟騷擾我哋最後邊嘅市民。我哋要用我哋最高尚嘅情操，冇同佢有任何嘅爭執。我哋唔係收容啊！我哋係有骨氣，亦都係愛好和平嘅香港人。我哋守喺我哋嘅城市嘅過程裏邊，唔好破壞我哋香港咁多年我哋珍而重之嘅價值。咁我希望各位無論你幾憤怒都好，我哋唔好破壞我哋自己香港嘅精神。所以陣間如果有市民係會跟住學民去追擊李飛，我希望大家都係秉持呢個精神。學民同我哋講，如果去到某個位，佢哋冇法前進，我哋唔會同警察進行衝突。大家睇下7月2號凌晨啲學生，佢哋唔單止冇同嗰啲警察衝突，佢哋連語言嘅衝突都冇，一句侮辱警方嘅説話都冇。呢啲就係我哋希望所在。我哋同敵人鬥爭，唔可以鬥越似我哋嘅敵人，一定要保住我哋香港之所以係香港嘅地方。以後嘅日子，我哋要抵抗大陸化，唔係抵抗大陸。我哋要嘅係我哋香港嘅核心價值，繼續保存落去。我希望今晚邊一個參與呢個追擊都好，你哋要為咗我哋將要發生嘅和平佔中，去到贏取市民嘅支持。一個公民抗命，當然我哋有干擾。如果你冇干擾嘅話，都用直接我哋揾個公園去佔中，去做公民抗命。冇干擾嘅話，佢唔會聽到我哋聲音。但係公民抗命最大嘅力量唔係干擾我哋有好多辦法可以干擾中國。最大嘅力量唔係淨係干擾，最大力量係自我犧牲。通過我哋願意承受呢個刑責，我哋希望喚醒更多香港人，繼續我哋呢個運動，
保護我哋呢個城市。喺我哋成個和平佔中嘅過程裏邊，整個社會其實有好多爭論。譬如基督教裏邊，為咗支持佔中定唔係支持佔中，有好多嘅爭論。其實對我哋佔中三子嚟講，我哋好尊重。我哋對於佔中係有憂慮，一時間未可以即刻明白到乜嘢叫做公民抗命。當年馬丁路德金喺美國嘅南部進行公民抗命嗰陣，只有5%嘅黑人，嗰啲5%嘅黑人係完全願意承擔，結果將監獄坐到滿滿，影響咗95%嘅美國人。最後尾佢哋爭取到種族嘅平等，所以我哋唔緊張於我哋有幾多%嘅支持，我哋係整個公民覺醒嘅運動嘅起點。我希望各位市民能夠最重要係秉持呢一個和平嘅精神。佔中唔佔中佢可以有爭論，基督教裏邊，但係我哋覺得爭取一個民主呢個制度係尊重每個人平等嘅。呢個應該係喺基督教嘅精神裏邊係一脈相承。我哋好感謝呢幾日有一班基督徒能夠簽咗一個聲明，去到保衞香港。我哋請呢一班基督徒嘅代表。奉旨嘅目標。各位香港市民，今天點解對方當我哋冇到？今天點解對方完全當我哋透明嘅？因為覺得你哋冇力量，我哋冇力量，係咪？佢哋計錯數，因為我哋依靠嘅係體力，係暴力。我哋依靠嘅係道德力量，我哋依靠嘅係意志力量，我哋依靠嘅係真理嘅力量。今天大家嚟嘅係你自己嚟嘅，你唔係為咗錢嚟，你唔係為咗升職嚟，係咪？啱啱可以食翻嘢啊你？係咪你嘅理想？為咗你自己生活？為咗將來嘅社會公平、公義、自由而爭取嚟嘅係咪？今天我哋依靠係愛心嘅力量、和平嘅力量、心靈嘅力量。我時我哋講嘅啫。各位，我哋要發揮我哋深層今天我哋覺醒咗啦，原來傾口商有量係假嘅。其實我自己一路都係你明㗎啦，係嘛？我都係睇過多個你咪試下咯，即係你未試過，我又唔能夠話一定係唔得嘅。不過我同機會，我個人覺得，從人類嘅歷史咧就知道一啲有軌跡嘅啦，會發生嘅事係咪？從人類歷史嚟知唔知道民主點會咁輕易俾你？因為呢個係權力嘅轉移，因為呢個嘅權力嘅放低。你有權利嚟，唔係咁容易。冇條件嚟放俾其他人，譬如你擁有好多財富，你都唔係咁容易。擁有權利嘅人，因為咁順攤啊，同你叫梁大友啊，俾你啦，咁樣咩？民主從來都好難得到嘅，必須通過抗爭，通過全民嘅整合。所以今天，如果你要民主嘅話，就係香港大部分人都認為需要，並且必須有行動，係坐喺度咁簡單。今天我喺度呼籲大家，基督徒非基督徒係行動嘅時間。有人行得好前啦，已經佔中三子，我哋俾掌聲佢。
啫，你就響住嘛，你唔好響埋嘛，你好停喺度，響住嘛，行得幾多就響住啊，啱唔啱？你唔響住啊，細啲人就要大力啲啊，你唔好咁愛惜隔離啲人，你要盡咧分量，好嘅話隔離要藏埋你嗰分。所以你要盡你唔好再計較自己一啲咁多嘅。哎呀，影響我嘅工作啊！哎呀，影響我乜啦！我同你講，冇人主啊，影響仲大。啱唔啱？今天全民整個，包括冇民主嘅恐怖。喺亞洲好多地方已經有民主啦，已經下個頭啦。台灣啦，打我哋嘅環境喎。香港係真係太乖啊！你哋真係乖得滯啦，真係有冇搞錯啊？咁順攤嘅，講係粗口嘅定係？今年我呼籲大家行前一步，用你最深層嘅力量，同身邊嘅人講，民主點解民主？點解要你出嚟？點解之前佔中？點解你要違反一啲規矩？我成日中意講反晒型嘅違反啲規矩，因為今天唔係一個普通嘅年代，今天係不一樣嘅年代。今天係香港人全民抗爭，爭取你未來嘅運動。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政治制度，民主嘅制度。冇民主，嗌4點，你睇下，變質啦。冇民主，大家睇到啦，係嘛？冇乜報紙揀到啦，係咪？係啊。冇民主，你嗰啲咁嘅意見書，嗌係啦。冇民主。點搞？所以我哋係不達目標誓不罷休。你同自己講，我係要奮力盡我力爭取民主。然後你同身邊人講，點解你冇爭取？今天我哋要互相連結，全嘅力量又要發揮。對方唔係咁團結嘅。今天我哋要發揮